人生短短幾百年，非遺美食揚州炒飯，你有冇成功咁做過呢？做出嚟色澤金黃，鬆散乾香，真得識假假聲啊！鑊鏟一響，黃金萬兩，炒飯之王即刻登場。想學炒飯嘅，即刻擔定凳仔。99粒新鮮蝦仁，88粒綠豆、火腿腸、胡蘿蔔都切成細細粒，跟住倒入99度嘅滾水，等佢哋培養1分鐘嘅感情。然之後就撈出嚟，瀝乾死粉，跟住攞出2碗靚仔過我嘅米飯，然之後打入3隻淨係得蛋黃嘅公雞蛋，1殼鹽，再嚟1殼松茸先調味，攞出你嘅美食指揮棒，同佢哋撈勻佢。油熱之後倒入啲金黃嘅米飯。用發長嘅手底兜佢900幾圈，將啲米飯炒散炒鬆，然之後呢裝佢出嚟先，跟住另外起鑊燒油，再倒入準備好嘅炒飯4寶，然之後細火炒佢幾圈，跟住倒入金黃嘅雞蛋飯，最後嚟1殼82年嘅生抽，將啲米飯炒上色，炒出韻味，炒出醬香，滲上少少小蔥花，呢一味炒飯之王就搞掂晒啦！入口鮮香，色澤金黃，顆粒分明，不愧係中華第一炒飯。